这个时阵因他通从上帝话，直接来传播出来，正来为中间，主啊，你的萝卜一时，他欢喜做这样代志，完完全全来从中你，关注你，互你的话点伫阮的中间，那阮直接甲主你三甲欢喜来结婚，我俩搁较感谢你，过会通当这兄弟姊妹，三甲直接来从你的话点伫兄弟姊妹来的中间，主啊，这好处全主你祝福我，打主即是阮做这个服侍来从中正直正义的面前，主愿意从你的话点伫阮这兄弟姊妹来的一个一个通得到主你的祝福，萝卜从这个交托你，愿意祝福我，阮安尼感恩甲祈祷，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礼拜时间去到啊吼，啊，请咱安静备办咱的心。恁众百姓啊，恁拢着搭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阿罗上帝，因为耶和华至权的、通行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只是咱要阿罗，咱请敬拜团带咱阿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到，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又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世界上一切的已经得胜有余了。在世上虽有苦难，但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一切。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宣告：我们要靠着耶稣得胜。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易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易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从今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畏惧他挫败，甚至主爱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易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众生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畏惧他挫败，甚至主爱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众生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畏惧他挫败，甚至主爱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易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圣经中说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又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当回转，再次到神的面前，他就会再次的更新我们。主，我再次到你跟前，焦点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能洗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愿再次将我更新。人算什么？你尽眷顾，力天加降生成世，流血舍身，为将我赎回，永远愿为你所爱。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再次将我更新。主，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额头同齐来祈祷。慈悲听阮的爸上帝，感谢你，予阮成做你的囝儿，来到圣殿敬拜你、学罗你。阮献上祈祷甲感谢。因为这是基督的厝，感谢殿院。阮感谢你，无论是伫顺境还是逆境，因为你甲阮同在。顺境的时，阮感谢你保守看顾；
历经困难的时，求你赐阮气力来行艰难的时刻。阮求你，互阮勇敢来传福音，见证你的疼，互较侪人来归伫你，认你做主。虽然有军兵战役攻击阮，阮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阮伫地。今日的礼拜，求你建立安静阮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诚做阮的灯，阮的光。阮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俄罗，咱请社青团契，因要为咱俄罗的事，也花祝福满满。这是咱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3章21、22节。众百姓已经受洗礼，耶稣也已经受洗礼。祈祷的时，天开，圣神降临伫因的顶面，形状亲像钱仔，佮对天有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今日为咱正道的是，咱邀请蔡长老为咱正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祈祷的方法，祷告的时机。请咱大家来祈祷，妈妈主完真感谢你，还搁伫这个主日的时阵，当主日到伫你的圣殿三角做伙敬拜你，做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帮助照顾阮辛苦病痛的人，主恳求你，存你的圣手扶持、安慰、保护因、照顾因，
得到完全的康复。心灵创伤的人，主困去揽在你的怀抱中间，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世青足球队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赛，主跟他们同在，让他们有信心，交托在主你的神的手中，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谦卑，抱着一颗诚实、心灵敬拜的心，在你的面前得蒙主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平安，你甲顺便隔壁讲一个平安，平安平安一礼拜无看到恁吼，是足欢喜的吼。我咧感觉今日搁要讲祈祷的时机，我就会联想到，这礼拜五咱有查经祈祷会。因为我普通拜五吼，普通我就出国吼，我拜五、礼拜五我通常都是大部分拢办夜巡，因为调查官，我的调查官是共用的，所以礼拜五拢出国，调查官就可以随便我用，所以我都排了很多夜巡。这礼拜五夜巡特别到6点才结束，所以我就考虑一项代志，咱7点有祈祷会。我是要叫司机直接甲我载来教会，还是载对厝载阮太太做回来教会？啊，干嘛？伊三啊，甲随讲，赶快回家，载夫人一起走。结果我倒来厝了，我想讲，我根本来蛮麻烦，叫司机对，我就开始开我的车，阮太太都要讲要过阮兜迄只细只高山啊。然后我就开我的车，差不多6点20出发。我这样在这边一奇怪，礼拜五怎么那么多人？一直绕到快6点50分的时候，我碰到严长老，跟绕过教会跟严长老讲说：“你们先开始哈，我再继续找车位。”我又找我们旁边那个有钱的停车位，也没有位置。我又再绕到7点10分，我打电话给叶长老说：“我不要找车位了，我要回家。”所以，我从6点20分回到我家又塞车，回到我家超过8点。我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我早知道那些油钱都比我计程车钱还便宜很多。司机掌握不对，因为礼拜五本来就是很多人的，所以礼拜除了你提前出发，否则你就坐计程车的，或者说叫司机直接把你载过来就好。时机，是不是祷告的时机呢？我们经常有时候在时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各位是不是99一组？各位是不是99一组？大家都很迷惘的眼睛看着我，什么是99一组？各位是不是99一组？有一个国王哈，他在皇宫里面什么都有，生活是山珍海味啊，这个3宫6院72妃啊，他的生活没有不满足的地方，不像我们今天圣和兄看到旁边一个美女很高兴，然后他每一天就这样一直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就跟那个大臣讲说：“我心里就是很难过，很难过，我不高兴，你陪我走一走。”他们在黄昏的时候就这样散步走，看到渔户人家。那个很贫穷的渔户人家，一个小茅屋，旁边只有一块地而已，可是里面笑声很大，爸爸在笑，妈妈在笑，小孩子在笑，吃饭很快乐。他跟他当时讲说，他们怎么那么快乐？去看他们在吃什么东西，面包呢？尤其还不是那个硬硬的法国面包，可以当武器的法国面包。这个面包吃面包没什么菜，可是大家吃得好高兴哇，在那边讲故事哇，见不得人好，怎么可以这么高兴？我家财万贯，我财物这么多，我美女那么多，我一点都不高兴，怎么可以这么高兴？大臣说：“你要让他不高兴吗？”他说：“你有办法吗？”很简单，明年来看他就会不高兴。我说：“你怎么做？”他就叫旁边侍从来，拿了一个袋子，装了好多金币，金币里面装完之后就把它放在门口，放在门口以后就叩叩2声，他叫关就去躲起来，然后都躲在旁边。有人敲门去看，怎么有一袋金币？他就拿着，当时太太在洗碗，小孩子在做功课，他就把那个倒出来，袋子里面都是金币耶，都是金币耶，上面写着100个金币。
哇，倒在桌上，赶快跑去跟太太讲，太太，我们发财了，我们发财了，有金币哦！赶快小孩子讲，你们都出来哦，有金币哦，金币哦！在跑的时候，大家出来好高兴，开始数，99个。哎，不是写100吗？怎么是99个？数少了一个。我太太，是不是趁我去叫小孩的时候，你在洗碗出来偷那一个金币？没有啊，我突然就是看到金币呀。问小孩，老大，你有没有拿金币？你有没有看到桌上有金币你就拿走？怎么会少一个金币？然后说没有啊，是爸爸你乱讲，我没有，我根本就出来就看到金币了。问老二，问老三，哇，全家就吵成一片，在那边吵得大家都不讲话。这个金币一定你们有一个人偷拿走，99个金币不是100个吗？哦，好生气。那国文在旁边就偷笑，真的在生气了，没有快乐的笑声。大声说：“明天再看。”明天一早上起来，以前看到这个全家快乐的场面没有了，爸爸板着脸。太太说：“你为什么不去田里工作？有什么好工作？有金币还要工作？”太太呢？那我能不能拿金币去买个衣服？你的衣服穿的这样还不够啊，还要买啊？老大说：“我们学校里面哦，同学都有一个书架，书签很漂亮，我要买。钱还不够还买？里面包包不是有99个金币了？还少一个金币，我们还在找哎。今天全精神，你们不要去上学了，大家来找那一颗金币，少了一颗啊，99个金币少了一个金币。全家小孩子不能去上学，太太也不能去买菜，他也不去耕作，全家翻遍了全家，就是少了一颗金币，一定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拿了，老大说老二拿，老二说老三拿，老三说爸爸拿，爸爸说妈妈拿的，哇，全家又吵成一片。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们每次去看，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发现到这家的气氛很不对，因为不再耕作了，反正有金币。为什么还要再耕作？那个田都长草了。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那一组，大家都知道嘛，哈，不是中华民族，叫做欲求不满足。99颗金币，你就应该很高兴；给你9颗金币，你都应该很高兴；给你1颗金币，你也应该很高兴。结果为了是不是100颗金币还是99颗金币，你每一天都不高兴。你们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是99一族啊。我小时候，我的生活中心就在教会，因为我们家离教会很近。我在那边念书，在那边打乒乓球。我们那个乒乓球还是那个石板的一个桌子啊，上面摆那个砖头，有没有？在那边这样打乒乓球、踢足球，哦，在那边过得好快乐啊！最快乐是什么？有布道会。不是布道会讲得很精彩，而是布道会完以后有糖果，哇，那种生活多快乐！然后每个礼拜都有每元的，可以发面粉。他们都说我们是去米粉搞的面粉教，所以我们的内裤里面都有中美合作的那个，你们大概都老一辈都穿过来，姚弟你有没有穿过？有没有面粉那个内裤里面都有中美合作2只手，所以我们都穿内裤去上课的啊，所以大家都是很多人都是中美合作的。那时候很快乐哎，那时候没有什么叫做不满足哎。可是现在啊，有 iPad， 有电脑，可以玩游戏，什么都有，然后就是不满足，就是空虚，什么没有，所以我们都是久不满足。以前我们的祷告会哦，在普渡教的祷告会哦，是礼拜3跟礼拜52场啊，每一场都是提早就有人。而且我们以前的祷告会都有一个那个榻榻米，都跪着在祷告，一祷告就1小时，没有人嫌累。祷告就很多人都去祷告，祷告完之后在上面就喝那个红豆汤啊，好快乐。我们小孩子其实说真的，我们不太懂祷告，可是我们知道什么叫红豆汤。到教会好快乐。现在我们的祷告会哦，还有3请4请，请你来参加祷告会，请你来参加礼拜。我们物质生活太丰盛了，结果我们反而不满足。什么时候我们会祷告呢？各位一定想到什么？缺乏物质的时候我就会祷告，对不对？没有错吧？我们会祷告是我们病痛需要祷告，有啊。
就昨天我们就看到我们那个郑昭老娘，他明天会去做最后的检查。刚才我跟他在讲话，我觉得很高兴，因为在讲一句话，我都特别92岁啊，哎，生命在你上帝，啊，检查要安怎就安怎，啊，然后看到阮校长了，校长了讲，哎，都不要紧啊啦，都安怎，手术就手术，即马已经进入会所啊。要安怎拢随在伊啦，但反正上帝有药通医治，有治疗。伊讲好像明天嘛吼，明仔载讲要去对休养，伊嘛快乐快乐。其实咱在座真侪人吼，有诶是无讲尔吼，可能拢有着，都有 cancer。伊遐愈发单吼，本来未照着诶物件，这拢照出来啊。我们曾经去开玩笑说，去照那个 S， 去照那个，现在有一个叫做低尘谱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断层扫描，你的肺照起来的结果大概一半以上都有肺癌。有的是0期，有的1期，照起来很多人都有。肺癌已经是全世界里面台湾是最多比例最高的。我们生病的时候要不要祷告啊？当然要啊。那么我们什么困难说需要解决的时候要不要祷告？有啊。我今天是一个工厂，哎呦，连那个执照申请都困难，那个消防检查也困难，这个也掉，那个也掉，连现在光电事业最大的困扰是什么？馈线要过那条路，好几个关卡，村也要钱，乡也要钱，镇也要钱，市也要钱，光过一条道路，一堆人要钱，黑也要钱。黑道也要钱，白道也要钱。过一条马路，一条牛不晓剥落几层皮。丹麦是全世界光电事业离岸风电做得最好的。丹麦准备撤资了，他就讲一句话：我们在丹麦做这个是政府极力帮助我们。我们在台湾做事情光过一条马路保护费要交了多少保护费？过了老半年，过了3年，那一条路只开完一个小道路去埋一个馈线，埋不下去。一直抗争，一直抗争，最后用钱，一直花钱，一直花钱。我们困难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苦难，我们是求恩典。那苦难后面就是恩典呐。我们为了事业，为了家庭，我们祷告，这样对不对？这对呀。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亚比斯的祷告，4点而已。你说这个祷告有点心虚，怎么会心虚呢？是你把它三米花也要心虚，圣愿你赐福给我，为什么你不敢讲？大大张口，求主，求与我同在，求上帝你跟我同在，求上帝主耶稣跟我同在，求圣人跟我同在，有什么不对？你为什么不敢讲呢？就你扩张我的境界，我不要每次看到的东西都是5公尺而已，我要看到的是5万公里的地方。我要做一个事业，我就要看到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们谁想到，连开车都不必用人，还有自动驾驶。在英国现在也是准备说计程车用无人驾驶的计程车。我看最后连讲到用那个 GPT 讲到的时候，就一个机器就上来，开始讲到，就讲到科学 AI 越发达，我们能不能把眼光看得更远？玉玲说他5月1号要做个祷告会，我一定会替他祷告，因为祷告实在是非常重要。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是那些就业的妇女，他们在彷徨，他们无助，靠着祷告的力量，我们让他能够前进呢。否则做这种事情很气馁，很容易做到一半就遇到很多挫折。关卡多不多？多！你不要看我们的关怀站，每天好像嘻嘻哈哈，那一个关怀站要付出多少的心力，而且大家都欲求不满，好还要再好。唱卡拉 OK 说拜托，如果现在卡拉 OK 没有，以前要唱卡拉 OK 说拜托你声音小一点，会吵到隔壁耶。有人就是一个人快乐，众人痛苦。麦克风给他拿到以后，你就拿。尤其在游览车上最痛苦的是那个，只要有某个人拿到一个麦克风尤其那个麦克风，你拜托你最起码音调也要准一点，完全跟音调不准，他从头就唱到尾，你跟他怎么拿他就拿不下来，你就整路就听他唱，而且都可以，他有办法把它唱到这首歌可以唱到那首歌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人
但是这是我们祷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肤浅的看法。最重要的祷告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是一个神圣伟大的触摸是什么？我们要跟神对焦啊，调频啊，跟神同在啊，跟神对焦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什么？特别讲说要跟神同在。所以真正的祷告是什么？让我们跟神触摸，我们跟神交流，神跟我们交流，这才是祷告啊。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们要祷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声音，什么是魔鬼的声音，什么是我的声音。你一边祷告，你一边自己会发声呢。主求你让我赚大钱，会，你会赚大钱，自己还会打。可是神怎么告诉你？你要祷告到他说，哦，这是神的声音，这不对，这是魔鬼的声音，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欲望的声音。我们要经常祷告，让很熟悉耶，就像那个婴儿，你看到婴儿，看到爸爸妈妈，你看那婴儿很奇怪哦，婴儿好像什么都不懂，可是那个婴儿，你每天抱那个婴儿，别人一抱就哭，不要说一抱，看到别人陌生人就哭。我们是婴儿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上帝建立像爸爸妈妈的关系，让上帝一天抱着我们，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很熟啊，而不是这是不是上帝的声音？这是我爸爸吗？这是谁呀？所以众人都可以抱，众人都可以一下就被拐走了。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神的成员是全备的。所以我们的祈求是什么？是在交流中诉说，我们跟上帝讲，照着上帝的旨意。就像雅各书所说的，要有耐心。是这样所说的，不要妄求，神会不会成全？会成全。问题是你有时候不太敢祷告啊，求神你赐福给我，有也好，没有也好啦，就是10分你要赐我，最起码赐我1分。所以假如你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呢？我们有时候祷告会心虚耶，真的不要心虚了。那为什么要祷告？我们要知道神伟大奥秘的事。我们经常讲奥秘，天主教圣公会，天主教有它的仪式，圣公会的仪式是一些天主教一些改革中的，所以他们都讲说圣餐是一个很奥秘的，他们圣礼典是一个很奥秘，他们一直在讲奥秘的事情。所以耶利米先知上帝跟他怎么讲？说你呼求，我就回答。那很清楚哦。可是你有没有呼求？没有啊。有时候你的呼求什么？心虚的呼求。那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个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什么是伟大奥秘的事？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当然我们如果用宗教的观点，我们可以讲了一大堆奥秘的事情。其实奥秘的事情就是神的救赎计划。从旧约里面，神就一直告诉你救赎计划。尤其你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救赎计划。这一次我没有参加查经祷告会，可是我开车比查经祷告会时间更久，我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呢。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我可以一边换我们今天在那个礼拜在查经祷告的约书亚书。约书亚书的15章到18章里面，大概都讲什么？在打仗，在打仗，在战争，在战争。如果你看到只有战争的话，那就是读圣经、读学问。你要看到什么？神的作为。耶稣呀，都是神的作为。依靠神就得胜，没有依靠神就失败，就是这样而已。如果我们一个字讲，完全依靠神，而且是完全的依靠。你看那个耶利哥城。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谁会做这种事情？在那边绕，像疯子一样在那边绕都不出声。那个人墙又高，人高马大，在那边看着这些人工，这些小孩子在那边绕一绕，在干什么？啊，他们也不出声，6天这样绕，那要足够的信心呢。他们在40年在旷野里面训练足够的信心。第一次上帝就跟他们讲，上帝就做一个动作。你们什么都不要做，我来做，我带元帅来做，我带我的军队来做，你们做的是什么？配合的工作而已。所以就这样绕，吹着脚绕。他在攻埃城的时候就没有，我好厉害！你看耶利哥攻下来，攻打埃城，输了。所以我们就又看到那个跟武安的战争，即便战争从14章到16节，约书亚今天我没有讲，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在查经，所以相对的
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要知道神救赎的计划。从亚当夏娃，人类的始祖犯罪之后，神一直在做他的救赎计划。祷告让我们什么？使我们获得平安呢？这个经节大家很熟，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能够背就把它背下来，非常熟。来，应当。你们相信圣经吗？你们相信圣经吗？阿们。既然你们相信圣经，圣经跟你讲的这么清楚，不要挂虑了。只要借着什么祷告、祈求跟感谢，那就是祷告嘛。你借着祷告，你将你的事情告诉上帝。但是雅各书4章第6节又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妄求。第4章第3节又告诉我们不要妄求。第1章第7节告诉我们什么？有耐心，有信心，不要三心两意。会不会得到成就？老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照神的旨意一定成就啊！你不是妄求会成就啊。你今天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可是上面的人不晓得有没有看到我，你就祷告。只要你有信心祷告，上帝给你的是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你们的什么？我们的什么？心怀意念。你看多美的字！台语是讲保守你的心灵的念头。心看上帝可以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只是你要不要求？你要不要祷告？哎呦，祷告，我好忙呢！上帝，我真的好忙。你那么忙吗？越忙越应该祷告。第3个，帮助我们什么？更多亲近神。耶和华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只要你们诚心求告，耶和华就跟他们亲近啊，相近。那么就会成就他们的心愿，也会听他们的呼求。圣经写得很清楚啊，可是我们就是怕嘛。所以老雅各告诉我们，只要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们。可是我们不亲近上帝，然后叫上帝亲近我们，你不觉得你这是妄求吗？你为什么不先亲近上帝呢？你为什么不靠上帝这一边，而不是叫上帝靠你这一边？是你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只要我们谦卑下来，我们靠近上帝，上去妄求。那么祷告的时机，蔡长老，你这个题目好奇怪。祷告的时机就随处祷告嘛。我愿男人其实应该写说，我愿兄弟姐妹没有愤怒，没有征战，举起圣洁的双手，随处祷告。这绝对对。所以祷告什么时机？随时祷告，早上、中午、晚上、半夜、凌晨，躺着祷告，跪着祷告，站着祷告，蹲着也可以祷告，随时都可以祷告。我们看到一个祷告最典型是什么？雅各跑出去的时候，他怕不怕？他很怕。就他在睡觉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天梯，天使在那边走路。这个是告诉我们，只要你有心里有上帝有在祷告。其实那个天梯是做什么？那个天梯是让雅各借着祷告去跟神交流。现在有没有天梯？有谁是天梯？主耶稣就是天梯。主耶稣，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跟神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最后都会讲一句话：什么？奉主耶稣的名求。只有你通过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真理，是道路。今天我们的那个敬拜赞美特别跟我们讲这句话。通过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走雅各的天梯，跟主交流啊，就是现在。你说那可是我现在在做礼拜呢，做礼拜可以祷告。我们每一个经文就是叫你要祷告，你可以接着经文祷告。那我们看看，我们从耶稣身上来学习，耶稣什么时候祷告？这耶稣是随时祷告，只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是什么？工作之前。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受洗的时候，
他本来要去跟施洗约翰受洗，施洗约翰说：“哦呦，我不敢跟你洗礼哦。”施洗约翰本来不应该讲这种话，施洗约翰地位比他高，他们两个是亲戚，他的表哥，家里比他有钱。约翰的爸爸本身就祭司，大祭司。耶稣的爸爸是个木匠，家里贫困。这么施洗本来就是嘛，我的地位比较高。约翰说没有，我那个再来的，我跟他连提鞋都不配，我不跟你，我不能跟你施洗的。耶稣说没有，我要行这个义，就是要在众人面前宣誓，我是属于上帝的。他就施洗，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美丽的画面。耶稣在施洗的时候，突然什么？天开了，圣灵降临，所以我们就把圣灵都画成像什么？像鸽子。圣灵降临，天有个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经里面这一节画面呢，你把它想想看，非常美丽耶！三位一体，圣父，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圣子在受洗，三位一体，好美丽的画面。所以我每次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受洗，心理上就非常的感动。那是个非常美丽的画面，这是神最喜欢的一个画面，真的是那么美丽的画面。所以受洗祷告之后，圣灵降临，接着耶稣做什么？40天的试探是怎么试探？禁食祷告。试探不是去跟人家学武功啊，看我武功到什么地步，没有，就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最有力量的。之后他就出来传教，他不是说没问题，上帝的话我都很懂，他当然很懂啊，可是他要跟上帝随时保持他的沟通，所以他先禁食祷告，让他的人虽然是人的肉体，他先把人的肉体操练成神的肉体。第二个，在非常忙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当初治好很多病人以后，哇，大家来找耶稣。其实来找耶稣不是说耶稣要做王，最主要是什么？我们如果身边听到那个灵医特会、医治特会，哇，大家说赶快去看能不能得到医治。来个名医，如果各位到医院里面，就会看到一个现象：只要名医的挂号就挂不进去啦。一堆人找的就是要找名医啦，没有人要找蔡崇义啦，奇怪，就找名医找我也没有用啊。但是我可以帮你祷告。我觉得祷告更有用的，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就是祷告更有用。所以我们一定找名医，他们找耶稣做什么？因为耶稣可以医病赶鬼，耶稣可以治好很多的人，所以他一堆人找名医。耶稣忙完之后，我们通常忙完之后，就像我的身体不太好，我只要一下班，我就会先躺下去，我就跟我太太说：“差不多了，这里差不多了，连呼吸都有困难。”可是耶稣不是他是天未亮就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他越忙越祷告。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越忙，你要越祷告。第三个，在忙碌在交批的时候，他给5000个人吃饱，你觉得他已经讲道讲一天了，然后又设法给他们吃饭，行神迹给他们吃饱以后，又去收拾12罗，这忙完之后，照理讲耶稣是累瘫了，他很累，他知道这些门徒都很累，他也没有叫他们一起去，也是独自一人去山上祷告。照理讲耶稣应该休息了嘛，哎呦，忙了一天呢，累都累死了。我一直觉得要我的话，我真的是1/1000都比不上，因为每次我说到4点的时候，我呼吸就不太上来了，都想说赶快去躺一下。还有我那边还有卧室还有浴室，就去躺一下，能够呼吸再上来。耶稣没有一个人上去祷告然后在这重要决策的时候，那个很多人跟随他，他要选12个门徒，他是什么？通宵整夜祷告上帝，让我选12个人。因为他的门徒里面跟随他的人都是最基层的几乎没有念过书我们都还没有资格跟耶稣因为我们都还念的学问比较高在座的人我不晓得在座的人有没有念过国小的，国民小学有没有念过的？那么你都没有资格当门徒。
没有资格当使徒，因为使徒大部分都是连国小都没有念过的。他找了这些很平常的人，他祷告里面选12个。他说：“这个耶稣祷告有用吗？怎么选那个犹大，还跟他出卖？”有一个叫做犹大书66页，现在出土了，有人在替犹大翻案，说犹大是因为耶稣这个肉身叫他说。准备救赎，所以他叫犹大去做。那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说撒旦进入犹大的心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觉得没有犹大，今天有十字架吗？那犹大到底好人还是坏人？就像我儿子来跟我们讲，我们都说多马不相信，不对。多马是耶稣的门徒，多马是对还是不对？我们经常把人家先贴标签呐、蔡崇义就是那个舌灿莲花，花腔油调啊！蔡崇义是怎么样啊？蔡崇义就有争议啊！蔡崇义就怎么样？我们经常把人家贴标签呐、不要贴标签，不要论断人，以免得被论断。不要批评人，以免得被批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神所创造最美好的。我经常讲这种话，一讲再讲，一讲再讲，你们要相信，你们是神所创造最美好的。阿们。不要妄自菲薄啊！你们都是最美好的，所以上帝在创造所选的12人徒都是最美好的。各位看到没有？那些人没有念书的，可是最后写出来的。你不觉得都很有学问吗？那个粗鲁的彼得，你不觉得粗鲁的彼得最后变成我们整个教会的领袖？如果用现在的角度来看，彼得是什么都不是只会捕鱼是一个莽夫一个脾气暴躁讲话不经大脑没有念过书的受到耶稣动用。第一代的教宗，我们不是天主教，最起码是耶稣最注重的，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耶稣在声名大噪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医治那个麻风病人，麻风病以前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病医治完以后，好多人我去找耶稣，耶稣的声名大噪，大家都知道耶稣好厉害。我们有时候都会洋洋得意，蔡崇义好厉害，没有呢。耶稣做什么事情？当大家都说耶稣很厉害的时候，耶稣做一件事情，躲到旷野里面做什么？祷告啊，退去嘞。人家在称赞他的时候，他是退去旷野祷告。我们也一样我们最应该学，是人家都说你很好，你很好的时候，你就要警惕自己，你是抢夺神的光彩，赶快退去祷告。最后一件事情，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声泪俱下，到天使要保护他。这个明天这个苦是非常的苦。如果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在内，知道明天会受鞭打，会受很大的责难，折磨到死，你今天会高兴吗？不要告诉我你会高兴，我一定不高兴，我一定很痛苦。所以耶稣是人的身份，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因为今天不是复活节，我们不必祷告，不必讲这个，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是随时在祷告，尤其在遇到越困难，那越祷告。那么，请问各位，你在何时祷告？我们今天本来我今天本来讲一个李班助牧师的故事。因为他是我舅舅的，等于他那个道生神学院是我舅舅去念的，延平教会是我舅舅在那边牧会，现在已经成为市定古迹了，延平市场里面的延平教会。可是就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新圣诗427首，非常美的一首圣诗。这圣诗427首 ，The Bed with Me， 主与我同在。这首歌是莱特牧师所写的。莱特牧师，他从小，他的爸爸是个军官，英格兰的军官，在英格兰军官都非常有钱。可能爸爸就是说，每次都去找小三他的妈妈生完小孩以后，他也不理妈妈，只是给他们一些少部的生活费，他爸爸就欢堂过日子。
所以他从小就是没有爸爸的日子，他就这样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勉强念到高中，幸好遇到高中的校长，而且是非常有耐心、非常有爱心，而且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就把他接到他家中。他说：“你就跟着我。”他就栽培他，所以莱特就在他的家中这样生活长大，考上英国有名的三一学院神学院。三一学院很多，大部分美国、英国的大学里面都有神学系不像我们是特别一个神学院，它是神学系。他三一学院毕业的时候，其实身体很不好，可家境又很差，因为他是他的那个高中的老师把他养长大的，所以他没有钱。可是他是圣公会的系统跟我们不一样，跟长老也不一样。圣公会是用派牧师的，所以他就先派去那个英格兰的一个地方当副牧师。副牧师就是准备接牧师。那个教会的牧师叫做威廉牧师是非常虔诚的牧师。威廉有时候已经身体很不好，在住院的。莱特牧师去看他，跟威廉牧师讲，威廉牧师说：“你来看我，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吗？”说好啊。他神学院毕业第1名呢，圣经非常懂圣经哎。他告诉他说：“我们来读保罗书信好吗？”他说：“哎呦，保罗书信，从罗马书我就会背了。”可是老牧师讲的又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圣经非常熟。等到要读，老牧师说：“就多妈得等一下，读圣经要先祷告。”圣经我很熟，要祷告哦，好吧，就看到那牧师躺在床上，就这样开始祷告，他也是跪在旁边就开始祷告。等一下，祷告完已经老牧师还在祷告啊？老牧师是圣经背不熟是不是？念不熟哦，他要跟祷告，因为他还在祷告。祷告了很久以后，老牧师眼睛结说：“好了，可以了，来，我们来念罗马书，从罗马书开始，第1章第1节。”他说：“第1章第1节，我从来不看第1章第1节，第1章第1节都是问安呐。保罗书信都是跟谁问安嘛？这个有什么好看？第1章第1节说什么？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上帝奉召传福音的。”为了上帝来传福音，耶稣基督的保罗奉召为那个耶稣的，就是奉召为使徒，奉上帝的来传上帝的福音，奉召来传上帝的福音。3件事情：耶稣的使徒，耶稣的奴仆，当使徒，奉召传福音。这个有什么好念？那个威廉牧师笑一笑说：“你在祷告，再念一次。”就他要祷告，念完第2次以后，眼泪就掉下来。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以为我是牧师呢，我是奴仆我是奉召为使徒我被差遣做什么？传上帝的福音这3件事情。奴仆、使徒、传福音，我到底有没有做到？他要从头念1次。威廉牧师一直看着他，莱特牧师开始哭了。我到底是不是？我到底是圣灵感动他，亮光照到他的身上来了。我是上帝的奴仆。我主耶稣基督的奴仆，我要做奴仆。我做使徒的使命是什么？传上帝的福音啊！这个上帝的福音，第2节告诉我们，上帝的福音是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上帝所记的这些话，我要传这些话。威廉牧师静静的就这样陪好几天。每次他们祷告完就读保罗书信，祷告完就读保罗书信。莱特牧师说：“我才第一次觉得说，我真正在读圣经，我真正跟上帝连接在一起。”威廉牧师走了，他就跟圣公会讲，派我到乡下的小教会去，我不要到大教会，因为他的太太很有钱。当时结婚，人家说门不当户不对，可他太太非常的有爱心，
也非常虔诚，跟他讲：你到小乡下去，没有钱我支付给你。你要真正去传福音，而不是到教会里面去显得你是多伟大。所以他自愿到那个小教会渔村呢，到那个教会才知道那个教会穷得可怕，没几个会友，教会又很破烂。他说这是上帝给我的使命。他在那边23年，每天跪下来祷告，祷告以后就去探访关怀这些渔民，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没有。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他就实践，他真的是为弱小的这些渔民们在帮助。圣灵动工那个教会人越来越多，几乎整个渔村的人都来做礼拜了，都来受洗了。那个渔村好多人变成这个教会做不下了，又扩建又扩建。这23年来，他几乎没有回去苏格兰找他太太，他完全的就是在那边牧会。他只跟他太太通信，到他大女儿结婚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说路途太远，我又要探访会友，对不起，我没办法回去，而且我现在身体也很不好，因为他全天时都在教会服侍23年来，他的身体已经快垮掉了。有一天晚上，他梦到主耶稣基督跟他讲话，他突然觉得说我的生命可能到尽头了。第二天黄昏的时候，他跪在海边，面对着夕阳，跪下来祷告：上帝啊，如果我的使命到了，我很高兴跟你同在。我只求主跟我同在，我只求上帝跟我同在，我只求主能够跟我同在。他就跪在那边祷告，一直祷告，心中就有一些。所以他就拿起笔来，将他的祷告文全部写下来。他们分班要去意大利宣教，几个牧师跟他一起去，可是他知道他的生命可能要终结，他也没有讲，因为生命就在上帝的手中。他跟他坐上床上以后就病倒了，那个牧师照顾他，他只把那一封信拿出来，请寄给我的太太，这是我最后的祷告。求主与我同在，因为27年前那个老威廉牧师也跟我讲：主啊，求跟我同在。Oh Lord, abide with me。求主你跟我同在。来，427。歌词告诉我们：日斜西山，愿主你甲我大。暗暝那深，你无放杀我427首，全无以我担判离我别去。全能的主，愿你甲我下去。第3讲主，我求你给我永远大。第3章讲经有好歹，主踮我心内。我们在唱的时候，在想他的歌词好不好？一边想，这是我们的祷告。一句来，日下西山，愿主你甲我同在。暗暝那深，求你无放杀我，全无以我担判离别。第3章4节，请咱背起来，做伙来唱来。日子紧去，亲像流水水，世情欢喜，叫我快乐归。生命所看。为我
我心爱，主你三分免惊对着航海，目屎袂哭，白听也拢无奈，希望款世都是大地到位，主那甲我同在，一定胜利。亲爱的主，求主你跟我们同在，主你跟我们同在，我们一定得胜。纵然日薄西山，我们有主你同在，我们必得见阳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来，请坐。来，这是咱备办心，用感谢的心来回应上帝，咱准备奉献。请起立，咱一起来唱奉献的诗。咱游园徛咧上尾，咱唱吟诗398首，吟了，请林牧师为咱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个弟弟，互恁平安喜乐，伫伊的面前得到主的祝福。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来报告一下吼，等一下吼，咱有庆生啊，然后有小组分享吼，啊下晡长执会请中职农劳部吼来讨论。即时咱先请叶长老为咱讲这小组查经的重点。亲爱兄弟平安。咱即礼拜所查的吼是迄个耶稣亚记吼，伊咧讲的就是讲要进入迦南地，啊伊迄个有打败了31个王啦吼，啊伫遐要分地，吼伫遐分地。啊，咱顶礼拜顶届有看到的，就是讲咱咧读的时，有的时候不会感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那个事情哦，伊咧做的时。那会安尼做啦吼，咱知影伊入迄个指甲迄个所在，攻入亚利哥吼，伫指甲迄个所在有伫遐行割礼嘛，吼行割礼，因为40年来无行割礼，啊，咱知影伊行割礼的时候，其实咱看起来咱就真简单哦。其实那个割礼吼，其实就要大概有8天的时间复原啦。8天的时间，你甲想讲8天的时间吼，遐个迦南人拿来拍起来吼，差不多他没办法反抗，啊，但是他们。有法度安尼，就是上帝甲伊讲，你都安尼做，伊就安尼做。哦，啊，伫遐，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啊，当时的人因遐个其他的遐12个支派，敢无反对啊？反对讲安尼敢袂使？若阵咱即摆一定讲安尼袂使啦。你伫遐吼，袂输伫遐手术的，手术了，现场咧战争啊，你无规个所有的人拢伫遐手术，会战的拢伫遐手术，哦，怎么可以？啊，但是神就是这样交代，他就这样做了吼。啊，第二个就是讲。因入去了公了的时候，咱知影迄个，那会讲迄叫做迦南地啦。哦，那迦南就是迦南的后裔，迦南的后裔住伫遐啦。啊，迦南咱知影是迄个挪亚吼，挪亚闪、含、雅弗、含的儿子啦，含的第4个囝。啊，第4个囝咱知影吼，挪亚上帝有救助迄个含啦，因为吼一摆挪亚的时，挪亚拄啊啉酒醉啦，讲无穿衫啦。啊，迄个含吼含看到啦，啊去叫因迄兄来看，因迄兄甲小弟来看。啊，但是圣经写讲啦，写讲吼，他的恶是在哪里？是在迦南的身上，因为他的小儿子，有人是讲可能是孙子啦，挪亚的孙子吼，伊上细汉的都是迦南。迦南讲有一个恶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所以救助是救助伫迦南。啊，迦南怎啊来搬来到？迄个迦南地迄个所在，啊，咱咧读的时候，咱读迄个伊含伊修剪的时候，有倒位呢？为北方开始哦，北方有啥物人？有迄个赫人呐，迄人吼，迄人咱知影是迄个拔示巴吼，就是迄个大卫，就强占了迄个赫人欧利亚的某嘛。哦，啊，赫人咱知影，赫人嘛是迄个迦南的后裔，过来西顿。推尔西顿人嘛是迦南的后裔，啊，过来有迄个腓尼基人，这拢是啦。啊，过来非利士人就毋是啦，非利士是假匪偷吼，假匪偷遐来，非利士是啥物人？所谓的嘛是含的囝啦，拉尾吼，迄个麦西啦，麦西的囝，所以伊嘛是属迄个含的后裔啦。哦，非利士人，啊，过来有迄个。有这个比利时人啦吼，耶布斯人，就是住伫迄个耶路撒冷遐，这拢属迦南的囝啦。
敢若两个毋是迦南的囝，就是啥物人咧？就是阿玛力人。亚玛利人毋是迦南的囝，亚玛利人是啥物人的囝？是以扫的孙仔啦。以扫啊，吼，以扫的孙仔。啊，过来缅甸嘛毋是啦。吼，缅甸是迄个摩西的丈人因去做的嘛，吼。所以缅甸毋是缅甸，伊就是毋是迦南的后裔啦。哦，啊，所以咱干那即两个遮毋是尔，啊，剩的拢是迄个迦南的后裔啦。啊，所以较会遐称作迦南地。啊，过来伊咧分地的时候，咱知影分地是未得之地跟已得之地。你若看圣经的地图，已得之地其实实在是无济啦，差不多伊上帝应允对开始呢。北部吼，为迄个底格里斯河遐，就是到底呢挖加勒波啦。最近吼，两伊战争迄加勒波吼，即个 IS 吼去攻迄加勒波迄个所在啊，挖进加勒波遐。啊，南到对咧，南到埃及的小河，所以其实足大的啦，足大的。啊，但是后来咧，因入迦南地统治已经占的时候，无安尼啦，差不多才一半较加安尼啦，无去到迄个底格里斯河无啦。哦，也无到哈马口，拢还袂到遐咧。其实只有到黑门山。哦，到黑门山尔。啊，你若讲到迄个底格里斯河迄边遐吼，都含啥物呢？含迄个叙利亚全部拢占起来，到当时较有占起来咧。到所罗门王的时，所罗门王的时都占到遐，所以所罗门王迄叙利亚属所罗门人管的。啊，迄个西顿嘛拢属。哦，所以咱读所罗门的时啊，读遐的时，所罗门要起圣殿的时，西顿的王吼，伊讲伊去找个黎巴嫩的迄个香柏木吼，来互伊来帮忙啦。帮忙迄个所罗门王起圣殿，所以西顿当时是属伫迄个所罗门管的。啊，过来到埃及的小河，就到埃及遐啦，吼，含埃及接壤遐。咱知影摩西一开始走就是走到遐来，所以走去米甸人的所在嘛。摩西就以埃及走来到遐，啊，所以咱看到的吼，因即摆就迦南地其实没有到那么大啦，只有到所罗门的时较有啦。啊，过来到当时有呢，咱读圣经的时候，你若佫读落的是。耶罗波安2世的时啊，耶罗波安2世的时吼，甲迄个乌西亚王，南国乌西亚王，北国是耶罗波安2世，因两个加起来拄含所罗门的所占的土地变大。啊，但是咱知影，迄是西元前差不多790几年啦。啊，咱知影虽然遐大吼，经过无几年吼，经过无50年吼，全灭亡去。西元前722年吼，亚述帝国就将北以色列甲灭亡啊。所以圣经较会讲哦，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吼，在讲这啦。啊，所以若毋是上帝所应允的吼，啊，若算即个国家，若算迄个坏到极点哦，伊的罪恶，若拄天的时候，上帝就会将即个甲吼交给别人啦，交给别人。啊，咱读的是伊伫基利心山，甲伫迄个。以巴路山的时咧宣布祝福的是，咱大部分都读，咱看着祝福啦，咱无咧读迄个咒诅啦。啊，其实咒诅吼，差不多以色列人受到的是咒诅较济啦。祝福迄个时间吼，其实足短的啦，无超300，无到200年啦，超200年啦。咒诅差不多2000几年，拢用抛在万国之中。哦，啊，所以咱读的是其实有的时候。重点你甲看伫倒位啦吼，看伫倒位。啊，过来因无将所有人拢赶出去，所以圣经到士师记哈，伊就讲啦，讲成为网罗啦，成为因的网罗，成为他们的网罗的时候啊，后来这的人咧，这的人就常常来拍以色列人，所以非利士人嘛常常来拍以色列人啦，米甸人嘛是啊，啊，迄个西顿嘛是，吼，西顿遐的人，赫人嘛是，拢常常。即摆以色列稍微国势比较弱，离开神的时候，因就来拍。所以咱知影史书内底有参孙啊，有基甸，因遐都是基甸拢含米甸人相拍，参孙含非利士人。啊，所以这可见咱读的是，咱就知影讲，让我们引以为戒啦吼，我们应该以神为我们的神啦。啊，毋通想讲吼，要用家己的方式来咧处理这代志，啊，那无会像以色列人安尼。哦，这是以上甲各位分享的。啊，这我有将这个吼甲印出来吼，啊，若有必须要甲摕啦，这图甲这个。
这个迦南人的后裔哈。好，谢谢。多谢叶长老吼。要了解圣经吼，爱认真读古约吼，因为古约吼它那个渊源哦啊，要知影讲古约的一些故事吼，你得爱对照族谱哦、历史，然后地理、地图吼，古今的地图拢安尼对照，会当更加了解。过来吼，咱要庆生，为着3月4月迄个寿星来庆生吼啊，请3月4月的那个生日的人站起来，到前面来啊，到前面来。我这后壁大声讲一个，讲互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等你爽爽快快安尼就好。来。叫你排队，哇，你有了这，哎。来，那个，好啦，恁这个人的生日的，都觉，啊，好，谢谢。大家快乐，谢谢。好，今日礼拜到这吼，咱互相平安礼。